人口老化，即马老大人交通的安全嘛是引起关注。亲像新北市今年到5月15为止，车祸死亡的是老大人上济，有到16个人。市长侯友宜就讲，要改善老大人的交通安全是真重要的。民间团体嘛认为，除了爱甲无适合的驾驶淘汰以外，嘛得爱改善无障碍环境，互老大人毋免家己驶车、骑车出门就真方便。中华进前发生自用小汽车阻挡救护车的事件，为因公开了后，警方追查发现，驾驶是77岁姓林的阿嬷。阿嬷是讲，迄个时阵伤紧张，毋是故意，不过也是去互警方依法开罚，嘛凸显高龄者交通安全的问题。新北市嘛公布，今年5月15为止，死亡车祸都以高龄者上济，拢总16个人。高龄者的肇事仍然是重点族群。大安小组已经早所了解、统整所有防治计划。后续对高龄者的交通事故，我们会做好整个防治的这个作业。根据交通部的统计，最近3年65岁以上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伤统计，死亡人数为111年的1283人，到112年1277人，小可降低。不过受伤人数有相关的趋势，为63767个人增加到71754个人。今年1月至3月，嘛比去年同期增加597个人，差不多3.3%。113年1到3月全国高龄者的一个受伤人数部分到目前为止是总共增加了597人，总共增加了3.3%。死亡人数的部分，这一部分是减少7人，有减少2.2%。民团认为，为交通部的统计数字来看，高龄者车祸死亡人数以骑机车甲行路人上济，占7%以上。但是要改善高龄者的交通死伤问题，应该先为骑机车甲行路人做起。希望说，可以打造一个良好的驾照回训制度，从设施就是步行环境开始打造，还有良好的公众运输，让他们可以透过双脚跟公众运输就可以自由的出行。吴以前嘛点出降低高龄者交通事故的风险，除了淘汰无责任驾驶，也希望完善基础建设，建立无障碍、无阻碍的人行道环境甲公共运输，让高龄者无需要使用私人载具，像讲汽机车，就当安心出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